透过视觉战略原理，让学生了解无同细水甲图案，经过快速转动产生的奇妙变化。这是台南市永和国小的国小自由课程，以一档研发一套主题为目标，培养学生科学探索的兴趣。那这次课程设计，我们主要是以光为主。那其实，在设计这个课程的理念的当下，其实我比较希望的是，孩子他能够自发性的去做学习，因为光的科学概念其实很复杂，对，但是它很有趣，因为它是生活周遭你一定会有很多跟光有关系的玩具。对，那从课堂开始设计是，我们先谈就是光到底是怎样被发现的，那以前的人他是怎么样发现的过程，所以我们是以科学史的方式去做带入。参加课程的学生也将收集来的资料用心做成笔记，甲老师分享家己的学习成果。台南市教育局推动中小学的科学教育，鼓励学校参与教育部的计划补助。今年度有3间学校得到，分别是永和国小、综合国小、甲东区的复兴国小。我们这次是以都市科学新能源来做这个计划的申请。那我们复兴国小呢，长期从天文教育到科学教育到 PBL 这样一连续的一个过程呢，我们让学生从这个如何在地永续探索到未来的天文科技，让世界跟宇宙能够永续的循环的一个循环利用，让学生从小学未来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技能。教育局会持续推动科学教育普及的工作，也鼓励更加多学校投入科学研究，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。明年第63届全国科展也将在台南举办，希望将科学教育扎进台南。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。